我哋特別開發咗 DSE 中文12篇範文溫習 App， 裡面有好方便嘅詞解對照功能，亦都收錄咗過千條問題。如果你由今日開始每日玩一玩個 App， 5分鐘10分鐘，我寫包單，你出年 DSE 份中文卷詞解語譯10幾分一定會攞到足。大家可以去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尋 DSE 中文，見到有皇冠就係呢隻 App 啦。未 download 嘅快啲 download 咗嘅多多推薦俾朋友同學，一齊輕鬆 KO 中文卷。第6題，點解父親嘅憂患上來仿若一個神話？首先 A 唔會係杞人憂天啦，父親係有傳奇色彩。B 同埋嗰個陳述其實係一模一樣就冇意思嘅。作者呢一代冇經歷過苦難同不會居安思危，兩個都好似啊。咁點揀呢？就因為不會居安思危咧係有價值判斷喺度。咁我哋見唔到究竟作者有冇批評過啲人係不會居安思危，因為就算我居安我都可以思危。咁但係第 C 就好明顯啦，就係因為冇經歷過啊嘛。而佢一開始係講乜嘢啊？8年最富裕嘅此時此地啊嘛，咁即係而家富裕啊嘛，咁即係相比起佢哋以前就冇經歷過啊嘛，咁所以個答案係 C， 冇經歷過苦難。第7題頭先講咗嘅，作者寫偉芒花、野草同牽牛花呢啲植物喺文中有乜嘢作用？我哋睇下佢個例體點寫啦。以乜乜乜嘅強悍就吞滅其他嘢，就只有花薯可以增著方寸，襯托番薯嘅頑強生命力。所以啦，以偉芒花嘅乜嘢嘢咧？我哋睇下第5段，以偉芒花嘅高度啦，同埋花白啦，佢吞沒咗父親嘅背影啦。作者意會到原來父親已經年老如此啊。咁所以呢個就唔係講番薯，呢個主要係講緊佢通過呢個高度同埋呢個嘅顏色就明白到原來父親已經老到一個咁樣嘅狀態。亦都可以再加一句就係表達咗佢對父親嘅愧疚，因為佢好似我唔記得咗邊個位，佢話佢對父親係點都係有一定嘅愧疚嘅。然之後牽牛花嗰段第16段啦，因為呢個係襯托嚟噶嘛，一開始佢係講牽牛花係好嘅。佢可以抬頭挺胸啊！佢彷彿要世人知道風景，但係牽牛花係會謝嘅。咁你咪話以牽牛花喺夕陽嘅時候就好快會衰落啦。咁就雖然好靚但係佢嘅時限係有盡嘅。就襯托出番薯咧，就雖然冇佢一開始開得咁燦爛，但係佢係開得比較持久，亦都開得比較正美，就表達咗番薯堅強嘅生命力，或者係表達咗番薯不屈不撓嘅精神。咁呢個其實都係抄嘅。第9題，點解作者父親期望兒子喺家中種植番薯啊？又係承接住上面啦。其中頭2分一定係希望佢可以番薯一樣咁堅強啊嘛，因為番薯係象徵呢啲咁堅強嘅嘢，種到番薯嘅時候咪即係象徵到佢堅強咯。同埋可能而家會有戰亂咧，咁你有番薯又可以食喎，咁樣呢個可以係答案啦。然之後要講翻紅心番薯嘅意象，番薯嘅象徵係咩？同祖國同故鄉相連啊嘛。咁所以我希望你屋企種番薯，其實我都希望你思鄉，我希望你會記住我父親又好，記住鄉下又好，甚至你記住一個更遙遠嘅中國大陸又好。所以呢度2個原因，第一個係堅毅，第二個係思鄉嘅元素。第10題就紅心番薯比喻邊啲特點嘅人咧？咁心環紅着嘅番薯，呢度係講緊紅心啊嘛，同紅線去連住中國土地。影片嘅完整版喺下面描述欄就會揾到，裡面除咗有詳盡嘅解題攻略，仲包含 past paper 嘅試題同埋答案。有唔明白嘅地方可以隨時 WhatsApp 問我，快啲 click 入條 link，好好準備公開試。